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3日国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甲朋友的旅游起步计划，明仔载要起过，头一团伫明仔就要出发。秘鲁的总统会素人专工来台湾访问，昨昏是拜会咱的总统蔡英文，两个人拢强调讲，这个计划是两国合作历史性的时刻。会素人嘛当面邀请蔡总统去秘鲁访问，昨暗蔡总统嘛做东伫台北宾馆办桌，请秘鲁的总统甲美国驻秘鲁的大使。总统蔡英文30暗时伫台北宾馆请秘鲁总统会素人食饭，不止秘鲁总统，美国驻秘鲁大使翁某也来参加。美国驻帛琉共和国拟约翰大使及夫人。台湾包含外交部长吴钊燮、总统府秘书长李大辉甲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拢来参加，气氛是真好。会后，总统蔡英文搁伫面册发文，讲到见到美国驻秘鲁大使，强调台湾、秘鲁、美国彼此拢是密切的友伴，爱透过代表旅游，甲全世界讲疫情过后安全旅游模式是会使。事实上，两人伫总统府会面的时阵，就强调4月7日首航的台北旅游团是属于两国合作的历史性时刻。另外，会素人也表达希望蔡总统能够访问秘鲁。相信透过台博旅游泡泡，我们将会开始朝这个目标来前进，也会一起告诉全世界，疫情过后安全的旅游模式是可行的。I want to welcome all the people from Taiwan to come and visit and enjoy time in the under the sea, above the sea, and enjoy our culture and have fun because Palau should be about having fun. And I especially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Madam President.In the near future. 会素人昨早起也甲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台北旅游加菜仪式，强调秘鲁零确诊绝对是用安心旅游，只是对来访期间强机一直绕台，也对中国安尼行为表达遗憾。The planes flying over, you know, we're a peaceful country. We like peace, and we should promote peace. And it's unfortunate that that is happening, but I would encourage that we should always.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副总统赖清德肯定秘鲁拒绝中国威胁，非常勇敢，甲台湾徛做伙。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驻秘鲁的大使即阵嘛有对咧来咱台湾访问，昨昏甲 AIT 的处长，也佮咱的外交部长做伙发表讲话，强调台湾、美国、秘鲁三边的关系真密，未来会继续深化关系，做伙合作。这嘛显示美国想要稳定印太地区正拼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对外表示，美国袂强迫别个国家爱伫美国甲中国之间做选择，也毋过会防止中国专工挑工去拍歹别人感情。互相吸手巧展现好交情。美国驻秘鲁大使林约翰甲 AIT 处长李英杰、外交部长吴钊燮三人共同发表谈话，尤其是林约翰即届对秘鲁总统来台湾访问，见证旅游专案真受注意。伊也强调，重点工作就是甲秘鲁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朋友互相合作。旅游专案完了，互台美、秘鲁三方面友谊加深。I know that here in Taiwan, people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real friends, real progress. And I think that description applies to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Palau. 外交部表示，台湾、美国、秘鲁的合作，唔限伫公共卫生或者是防疫领域，三方面阁透过着太平洋对话进行真侪项议题的讨论，尤其是进前台美才签署着海巡备忘录，台湾甲秘鲁108年原有签署海巡合作协议，将关乎秘鲁岛公领准者提升海上执法的力量，拢显示出台美、秘鲁伫印太地区的合作更加深。那这边都代表它在这个地缘战略上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那未来的话，会不会去加强这一些的一个互动性，透过跟台湾的合作，去强化从地缘上面对于中国的不管是封锁也好，或是抗衡也好，或者是制衡也好。林英有分析，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了后，美国就积极加强伫印太地区的友伴关系。这届美国驻秘鲁大使同齐访问台湾，冇向中国宣示的意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讲，美国未必明帮伫美国甲中国中间选一个，但是爱防止北京分化明帮。This i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or keeping China down. It's about holding up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system that all of us have invested so much into.
布林肯伫视讯会议上表示，美国甲盟邦友邦拢甲中国有竞争合作佮对抗关系，也记北京当局侵犯人权、违反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国际承诺时阵，美国甲盟邦必须要团结，同齐谴责，用行动来支持遵守规则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早起有锋面挖进咱北部的海面，伫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北部、东北部、金门甲中部的山区嘛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伫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明仔载开始到拜六，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4度，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8度至29度，那中南部大约是32度至33度。日时暗时温差真大。西半部今日到大风会影响能见度，所以乡亲爱细致。早下晡1点，气象局伫高雄的内门测到36度2的高温到黄灯，这是3冬来头一届伫3月份出现黄灯。有专家即马就提醒讲，即马天气变烧热，所以伫未来10天，桃园以南恐惊嘛无落雨机会，所以民众也是爱对抗酷寒。已经坐伫树仔骹，都爱过举开心热风，有人行伫日头骹，都爱举雨伞炸日。虽然是3月，高雄感觉敢若热天咧。30下晡1点，内门区测到全台湾最高温36度2。若早1点钟，气象局有观测到全台湾10度高温，伫高雄道五的行政区上。南台湾就是有一点那个闷啊。尤其是最近那个太阳又比较，当然会担心啊，无水人用足忝的啊。气象专家吴德英也提醒，未来10天桃园以南无明显落雨机会，高雄市恐惊水情更较差。伊直讲，若是每号规风台规拢无落雨，恐惊真正就要启动类似减压降水这种应变措施。比较担心的是说，在6月、7月假8月都没有台风没有来。那这些状况，我们也要先做好一些不同剧本的一些想定。市政府已经准备好几落套抗旱的剧本，不过天气热无度解决。气象局官网当中，南投、台南、高雄这些所在拢有高温的黄色灯号，也是气象局为107年发布高温资讯以来，头一届伫3月到黄灯。最热的地方是在中南部，高温大约在33度、34度左右。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在南投、台南、高雄、屏东近山区和河谷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天气好天，却是带着欠水的忧虑。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总经理平启明指出，4月份的降雨明显减少，恐惊就要靠午后热对流发展，也是梅雨甚至风台带来水汽，而且国内可能都要听候5月中才有机会落雨。记者综合报道。最前案。台中甲苗栗对4月初6开始，因着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也毋过这是引起苗栗县议会不满。因讲因县内明明就有5个水库，却是头一个互限制用水的，并无公平，所以放调讲要招人出来抗议。即马水情真正热，为4月初6开始，苗栗甲台中会进入上界严重的红灯，包括中华北部开始启动送水5天停2天分区供水。不过，苗栗县的抗旱会议是完未煞。公参评议，我向这边给我的答案提起呀，不然到我们的抗争。这个不平等的待遇哦，爱甲阮斗3天，甲阮百姓的权益，甲伊争取一下。议员质疑讲，明明县内都有5个水库，迄个辖区提供予新竹甲台中，却去用第一个限水，要求爱调整做送水3天停水1天，降低影响。若无摆渡的发动抗争，不过即马水情真严重是事实。面对随着要施行的分区供水，台中的民众是抢咧注文水塔，这工厂根本就袂赴生产。排到明年都还做不完吧？因为我们目前现况就已经欠200多颗了，加林总总加起来，差不多有200多颗，快300颗了，一直交不出来。水塔的业者讲，这半个月以来，逐工都爱出货80个至100个水塔，是平常时的2倍，因是无用甲毋较阁接单，都惊袂赴交货。也若中南部欠水是欠了真凶，不过伫台南认定的保安桥，所有自来水管一直在漏水，民众讲这个水管已经连续漏1礼拜啊。调配的时候，尤其在夜间的时候，它的一个空气会比较多，造成它没有办法完全密合，它这个整个操作正常，所以说造成有这样子泄漏出来。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排气的开关各样才会漏水，已经伫下晡3点修理好势。不过估计几10栋的水安尼漏掉，确实是真无彩。
另外，各地当地欠水，未少民众去山区入泉水当去啉，医师提醒，之前有发生过泉水啉落了后，引起甲生虫感染等等的症头，呼吁要啉的水，都要先煮好滚才啉，比较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一报。欠水严重，高雄的水情灯号明仔载开始要到减量供水的甘仔式的灯号，用水大户卖方减20%。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宣布讲，要成立对抗可汗应变中心，要增加抽深水井，也有浮流水来用，要启动151个对抗可汗的水井。水利署是研判讲，内在拢有做，南部会当加冻1月日无问题。来看联合报，调查局去年甲6.5公斤的毒品无甲拍无去，即马是查出啊，亲像是内心通外鬼，怀疑调查局内底一个姓齐的组长，甲被毒的斗空有超出5000万的现金，还有几若10支高级手表，还有名牌包，怀疑这拢是不法所得。这个姓齐的组长甲伊的女朋友昨昏拢互收押。通县地方法院的法官蔡正佑，互怀疑甲一个是怀疑姓詹的查某法官有分外情，专去偷翕人的办公室内底电脑，翕到对话，还有私密的相片，伊专向院长检举。伊嘛，互这个姓詹的女法官是提起妨碍秘密的告诉，即嘛是演变做桃园地检署史上头一摆去搜索桃园地方法院这款代志。这个官司拍算伫明仔会宣判，即嘛法官评鉴委员会是建议甲姓出来这个法官撤职。国内 AZ 的预防社已经做超过1礼拜嘛，已经有超过1万人去注射。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拍算的对外公布，讲要扩大注射的对象。嘛，望讲后一批 AZ 的预防社5月份会当送到咱台湾。另外，咱国产的预防社即马研发的进度，高端公司是表示讲，若准有顺利，6月中就会当送护士药师申请紧急授权，因要拼6月底、7月初开放注射。国产新冠疫苗研发有重大进展，进度上紧的高端疫苗宣布完成第2期的临床试验，3个月内有超过4000个受试者参与，嘛全部拢已经做第1档的疫苗，按算后个月做第2档，5月底才搁抽血检验抗体的高度，6月中会甲其中报告送去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要拼6月底、7月初的时阵会当量产上市，互民众来做。政府是有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政府的规范。能够做就是500万加500万这样的规划去生产。我希望到7月，我们大家都可以打得到疫苗。另外，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外界嘛烦恼讲国际疫苗开始做了后，发现讲疫苗资料也是可能去用画掉。针对这点，高端疫苗嘛考虑增加第3档，来提高保护的效果。新冠病毒的变种对它来讲是个常态，好，我们也不太可能每次它在变种，我们就重新研发一个疫苗，重新生产制造，所以或许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施打策略来克服这个问题。国内 AZ 疫苗开始做，进入第2礼拜，累计已经有1891个人做。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已经请专家研议，拜3会公布第2批做的对象，嘛希望后一批 AZ 疫苗5月份会当送到台湾。昨天我们也请专家再来检视一下那我们大概可能应该是明天来宣布做下一阶段的一个范围跟时间。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全台湾做 AZ 疫苗上介侪人的是高雄市有2000多人，过来是台北市甲桃园市，也那连公关目前也未开始做。做了后不良反应的通报新增加10件，累计有41件，症状大部分是发烧、甲筋肉疼等等，不是严重的不良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还搁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有28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24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265万例，印度超过1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61万例。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严重，
美国纽约有发生一个65岁阿伯负责人伫大路边防站防nạn，当伤送病院。也毋过喊过的是，附近的监视器大楼毋但翕到拍人的过程，佮看到过路人见死不救。这65岁阿伯负责人行伫曼哈顿中城街路，这查甫人向伊的腹肚砸落去，倒地了后头阁被踢几下。大楼内底有人看过过程，无人来斗相共。随去另外2个人出现伫镜头内底，也无救人的意思，佮将门关起来。That was bad enough, but then to see a security guard standing nearby and not intervening,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You've got to help your fellow New Yorker. And if you see someone being attacked, do whatever you can. Make noise, call out what's happening. 负责人受伤送医，骨盆正气，目前情形稳定。警方表示，嫌犯攻击进前对负责人讲一寡反阿的话。台湾移民第2代导致纽约市长选举杨安迪伫布鲁克林附近走行程，也听讲这代志。An elderly Asian woman walking the streets of Hell's Kitchen could easily have been my mother, because that's where we live. 嫌犯杀人了后离开，警方公布影像展开调查。另外，纽约市警局受份犯罪部门也在找找另外一个拍人的嫌犯。27暗时伫地铁站一个阿的负责人，互人扇喙皮，不过伊无受到重大伤害，拒绝任何医疗协助。根据非营利组织停止受份阿泰的调查报告，为自控制去年3月19到今年2月28，这组织接到3795件相关通报，因认为实际发生案件恐惊更较济。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伫墨西哥嘛，传出有一个对萨尔瓦多过去的查某难民，互查某警察用脚头斧压制伫涂骹，造成伊颔骨断去死亡。这是引起民众出来抗议，墨西哥总统嘛出面谴责。36岁萨尔瓦多籍女子阿里亚萨，互人靠手铐压制伫涂骹，痛苦叫出声，用脚头斧将全身的重量跌伫伊身上，女警拢无要插伊，无偌久就陷入昏迷。警方无叫救护车，是将伊扛去警车后边。这事件顶礼拜六发生在墨西哥加勒比海都市图伦，随后检方验尸证实，阿里亚萨是因为阿妈棍两骨断气死亡。过程亲像美国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案件翻版，影片出来，图伦墨西哥市拢民众走上街路示威抗议。Ella sale huyendo de la violencia de su país, El Salvador, para venir a ser asesinada a México, donde se supone estaba buscando un mejor futuro para ella y para sus hijas. 报道指出，阿里亚萨带2个查某囝已经伫墨西哥5年，3年前摕到难民身份，搁伫当地旅馆工作。伊死亡消息传回故乡，妈妈甲亲友拢真生气。Yo pido justicia para mi hija.Porque realmente no veo yo una causa justificada. 墨西哥总统在发生这不幸的代志了后，表示无用稳暴力，要搁对执法过当的警方严格处罚。Fue brutalmente tratada y asesinada. Es un hecho que nos llena de pena, de dolor y de vergüenza.目前墨西哥检方已经朝向谋杀案展开调查，掠当时在场的3男1女4个警员侦讯。萨尔瓦多总统也表示关心，要求墨西哥依法全面侦办，同时承诺会照顾死者查某囝。伫这事件引起关心的同时，弗洛里德案件也伫美国开庭审理。涉嫌的白人警官肖文面临谋杀甲过失杀人这罪名，相关可能要关40年。公司新闻将会面编辑。来关心法国第2大药厂施维亚一款已经停止生产的减肥药啊，伫2009年回收进前，已经有造成2000多人加过人死亡。官司已经拍真侪档啊，即马法院是判药厂过失杀人罪名成立，罚270万欧元，大约是新台币9000万。也毋过受害者是认为法院判上轻。就是这水蓝色包装的减肥药丸美丽拓害人。报道指出，美国施维亚药厂1976年推出这个药物的时阵，主要是予有过重问题糖尿病患者使用，后来被当作压制食欲的减肥药啊。伫1999年，法国传出第下，这美丽拓引起心脏疾病个案了后，美国、意大利甲西班牙拢禁用。不过法国一直到10年后才将药品落架，总共伫市场行销33年，这人有500人。法国卫生
商部证实，伫法国至少500人因为食这个药心脏瓣膜受损死亡，专家指出实际死亡人数有2100人。这官司拍真侪年，巴黎法院礼拜二总算做出判决，因为施维亚有抢明知影这药有风险真侪年，却误导消费者。裁定施维亚加重诈欺罪、过失杀人罪甲过失伤害罪成立，处27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9000多万的罚款。施维亚前总经理塞塔被判缓刑4年，不过当市长施维亚已经伫2014年过身。法国药品监管局也因为因伫天向美地托严重失职，被判过失杀人罪甲过失伤害罪成立，要付30万3千欧元的罚款。不过原告方面并不满意。Je considère que c'est un jugement équilibré, qui n'apportera pas satisfaction à toutes les victimes, j'en ai bien conscience, mais c'est déjà une première victoire. 上早表出这中台医药建设台戏病专家也认为判伤轻。Ce que je ressens aussi, et c'était un peu annoncé, c'est une frustration face quand même à la modicité des peines voilà,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et qui montrent qu'il y a une difficulté dans le droit pénal, je pense, à punir correctement les délits de ce type-là et qui relèvent de la délinquance à col blanc. 伫刑事判决进前，这几年施维亚已经甲真济受害者和解，和解金将近2亿欧元。目前，依然有6500原告对施维亚提起诉讼，包含法国健保基金，总共要求赔偿10亿欧元。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缅甸军方的政变，缅甸军方持续镇压示威者。人权组织即马统计讲，上无已经有超过500个民众死亡。情势不稳定，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美国的非紧急人员量早撤离，嘛呼吁美国人唔通去缅甸。来看日本甲印尼伫东京举行外交甲国防2+2的会谈，双方即马同意要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要压制中国日头扩大海洋的行动。来看前美国总统川普落任进前取消美台交往限制。英国的《金融时报》即马是报讲，美国的总统拜登打算要持续这个政策，鼓励美国的外交官员甲咱台湾的官员见面。这项政策恐惊嘛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人大常委会昨昏通过修改香港的基本法2项决议，确定要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其中，香港立法会议的席次会对70席增加到90席，席次的组成比例嘛有改变，恐惊会对民主派选举真不利，而且后摆候选人要选举，要先经过审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早全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加附件2的议案。香港选举制度有重大变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签署75、76号主席令，在3月30日开始实行。赞成167票，宣读完毕，通过。修改了后，香港立法会席次为70席增加到90席，立法会席次比改做40比30比20。40席是选举委员会成员，30席功能组别议员，20席地方议员担任。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会增加到1500人，增加第5界别三都区议会席次。特首候选人提名砍斩5界别当中至少有15位选委提名，每一个界别拢有人。落實愛國者治港嘅政治體制。我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係堅定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開記者會，提手冊表示肯定現代修訂香港選舉限制，未來香港新增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由港府主要官員擔任，要確保參選者都是愛國的人。有志去參選的人，無論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或者是立法會都要經過這個審查委員會。這個擁護效忠基本上也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審查。將所有過去20幾年嘅一啲民主進程係一次過壓縮翻晒咧，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情。爭取一個普選嘅朋友，呢一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失望，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傷感嘅一日。港府目標喺4月中提交條例草案，立法會也要加開會議，希望喺5月底完成參讀通過，6月選民登記。這屆立法會會繼續運作到10月中下旬，年底會做改選。記者綜合報道。
缅甸对1月份发动军事政变以来，即马局势恶化。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已经有超过500个人被因的军方杀害。咱台湾驻缅甸的外交单位即马嘛讲，伫缅甸当地做 AI 台商，真侪即马拢已经停工。缅甸2月爆发政变以来，军政府继续以武力镇压正上街路的示威民众。路透社报道，已经超过500个老百姓被军方杀害。台湾驻缅甸外管回报当地台商，比如做 AI 补偿、创业甲其他大规模厂商已经宣布停工，要看当地状况搁做拍算。目前仰光的情势不稳定，可能他返回自己的家乡的一些这种员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潮也相当的多。考量到这一个上班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厂商会有这种停止运作的一个情况。台商表示，伫逐工拢变动的情形之下，只好调整营运来营运。人伫仰光的台湾侨民叶先生表示，目前市区内底也算平静，主要是周围地区有人散暴动。不过，伊指出，家己原本经营的餐饮业生意已经休困将近2个月，日子较歹过。因为现在几乎就是遥遥无期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做生意这样。现在就是大家就只能省吃俭用，也不要到处乱跑。这一区平静了一下，另外一区又爆发这样。以前是你出来抗议才会危险，现在不是，他们是在家里可能都会有危险。我们就现在算是联络不到，我们就讲好说不要担心了，已经自己生命要保下来第一。可能因为这样。他们怎么样，我们也觉得没关系。可是我们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亲友拢伫缅甸的伫台湾华侨黄小姐表示，厝内底人拢到床骹避难，不过暗时也是听到枪声，也惊军方向上门，因为通讯无方便，目前联络较困难。加上时机敏感，只好讲先莫联络。对缅甸的局势，伊真无奈表示，烦恼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议会昨昏三读通过金门县今年度总预算案，因为一时啊就抬调无，就是缩起来要花20亿，大约是总预算的1/6，这是引起县长的不满。伊讲伊无在调接受，嘛讲县政在推动会大受阻碍。那我们就通过哈。金门县议会议长王文典宣布110年度金门县预算案三读通过，总共删减冻结将近20亿，差不多金门县整体预算的1/6，也引起真侪位金门县议员不满，认为议事过程有严重问题，根本是强行通过。聘请的人员的话，如果这样冻结的话，那后续行政部门如何来推动宪政？那后续这些人的薪水，都没有着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是站在乡亲的立场的话，我是严正的抗议。金门县长杨定娥听到这个消息，也无法度接受，认为安尼会互县政推展歹做，尤其观光甲金酒是金门上重要的。不过煞减少真济。通过的这一个总预算案的审查，删除跟冻结的，将近20亿总预算将近20亿，其中有5亿是删除，有15亿是冻结，将近整个金门县整体预算的1/6左右。这对整体县政以及金门乡亲的权益福祉影响非常的大。被外界质疑强势领导的金门县议员洪文典，3日暗时电话关起，无法度在伊回应。预算砍真济，金门县政府表示会找出一切可能管道救济，不过因为后续程序真复杂，时间过长，会造成部分业务或者是工程计划无法度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的公道，即马外界上界关心的是，环保团体敢要甲政府协商。昨昏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学界对谈的时，伊讲，中南部的民众要求减碳碳，降低空气污染。假使这个公道过关，政府能源转型定就会受影响。政府嘛将望会当推出上好的方案。环保团体即马嘛有提出善意，讲愿意量早甲政府对话。海草大的争议持续咧烧，3日学界伫中兴大学办座谈会，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强调，但是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法度如期完工，会影响到用电的调度，甲减少脱碳时程。节电有可能，但是调度做不到。137亿度的天然气发电，必须用500万吨的煤来变成燃煤发电才能够抵换。
经济部强调，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有必要性嘛真着急，要找到供电稳定、减少拖拖甲环保的平衡点。不过目前海草打公投的人数已经超过70万，学者认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替代方案确实有讨论的空间。那如果说它可以达到非核跟减煤啊，但是旧藻礁部分可能就是不够完整，好，那这时候也可能会必须做一些取舍哈。曾炳杰讲，恢复加园、减少拖拖、甲救海草打，要透过讨论来找到双赢的方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参与讨论，嘛正是讲已经邀请海草打公投的代表潘中正。陈吉仲表示讲，无希望减少拖拖、甲保护海草打变成互相冲突的局面。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议题都做到100%，但是只要有往前走，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他的善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那在谈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是会以我们公投的主文的内容为基础来和陈主委交换意见。黄中正表示，感受到政府要沟通的诚意，会先讨论会商的时间甲代表，强调会以事实甲公投的主文做基础，希望透过公开的讨论，找出保育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替代方案之间的平衡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这2礼拜，真侪死者啊，先去陪墓。新店有民众伫陪墓的时，就发现讲老祖公的墓去互插一支要珍守的告示牌，而且佫插伫人的墓头，插几片，这嘛引起民众的不满。原本要来陪墓，却看到祖先的墓顶悬叫人钉起来，写征收告示，民众无法度接受，而且毋是干那一部分尔，对远处看过去。规批的墓地，每一座墓仔顶悬拢烧香，感觉蛮不好的，没有尊重当地人的一个风土民情的问题。那这边属于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忌讳这样子的事情，插在自己家里的墓地上面，这观感相当不好。说明会的时候，都强烈的跟科管局表达不得把我们任何的告示牌以及我们的标示钉在我们的墓碑以及我们的坟墓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官员讲，无论大家是毋是同意征收，因为风俗甲地理的关系，拢袂使伫人的祖墓顶悬钉任何物件。特说讲，莫去迷信，这款的做法，也是会互人心里真不安。民众就有疑虑，那这样子会影响他们家里的这一个运势。以及他们家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经过了解，发现原来这是新竹科学区按说要征收的用地，最近在委托外包商处理，发生这款代志，科学区感觉真歹势，已经通知厂商量早改善，换另外一款袂去影响到大家方式来通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高雄义修大学受一个自治会的查甫人撞入去查某宿舍，要找已经分开的女朋友，因为查某人全伫内底乱，警方接到报案赶去现场，因为这个人已经毋是头一届去乱啊，所以学生嘛对查某宿舍的安全有疑虑。我现在警告你，离开这边，不要打扰别人，不要只问这几句啦。穿黄衫查甫人对警察大声骂，警方看伊情绪愈来愈激动，赶紧将伊制服。19尾暗5点外，高雄旗秀大学女学生宿舍和校外查甫人闯入，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这人无愿意离开，佮甲警方冤家。这名涉嫌的吴姓男子当天早上与女友分手之后，他联络不上女友情急之下呢，然后就跑到这个该案的大学里面的女生宿舍急着要找寻他的女友，而没有找到找无人到世界弄门阁骂人，互住伫遮学生是真惊吓。毋过进出拢有管制宿舍，为什么这人会用入来，也互当事人真不满，就网络报案，管制有闹交，毋是第一摆发生。当下正好是要出去吃晚餐，或者是吃完晚餐要回来的时间，他就趁隙跟着一些女同学从我们的门禁管制铁门直接缝隙进到我们的学生宿舍来。学校表示，管理员透过监视画面已经发现伊入来，不过人行过济无法度辨识方向，然后接到学生通报人伫12楼，启动校安机制，个通知警方。有听说，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吧，就也不会想到说有男生会进去。通常男生是不会来女生宿舍这边啦，会来管站跟这边的老师讲，然后再请老师把他请出去。
学校表示，以后人较侪时阵，会请管理站当值人员伫门口做人流管制甲安全辨识，也对受惊的职员甲学生做辅导，加强安全防护甲宿舍门禁管制，互学生安全的校园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上路香港是食饭桌顶的选招，北上路介绍阁比乌上路阁较贵，1公斤要7.5万。农委会林试所伫高雄6区的独立森林，即马有找到假生的北上路，即嘛是咱台湾第2个正式发表完成证的北上路。研究人员伫台东的国有林班地拍拼乌骨，挖出产岛的顶悬的选招乌上路，要毋过北上路阁较歹找。林试所伫108年正式发表头一个完成种北上路、青梅上路，当2年阁发表第2个，副名叫做小西市石砾上路。发言者讲，迄天已经乌20-30张树，我拢讲句，差点点放弃。有时候太容易放弃，就功亏一篑了。那稍微坚持一下，其实真的会有意外的收获。发现的人一直讲真幸运，世界新种的北上路架生伫个本土树种的金库土顶悬，所以以架子呼名。伊上介大特色就是气味真特殊，味真重真香，而且佫发了真紧。经培养的时候，我们一度怀疑它是杂菌，因为它长得太快了，比我们想法中不大一样，所以我马上做 DNA， 发现就是它。北上路的价钱比乌上路较悬，每公斤是7.5万左右。林试所已经成功完成人工培养，佮进行技术移转。目前预定10年内会当量产，你做讲会当找到更较适合的架生材啊，安会当缩短栽培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用来收乃至草青菇啊2片的预算，即马已经用甲真崩，用甲大底啊。也毋过今年乃至灵应的花是开甲真好。即马佫拄着可换，互乃至草青菇啊有佫较好的成长环境。有学者即马就呼吁民众，毋通因为无补助啊，就无爱去抓，荒地作业袂使当。路边凊彩一段树尾，就会当找到20位草hen菇仔生卵的所在。即马当是乃至临近开花的时间，佮加上无落雨，介适合草hen菇仔生团。那在这个比较干燥，又是面临到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这个荔枝春象的族群变成遇到一个很理想生长发育跟繁殖的气候条件。嘉义县乃至邻近建筑面积大约1600公顷左右，其中1400公顷已经有透过化学防治除药啊，另外嘛有使用生物防治甲收购软片，但是今年的数量确实比去年更较多。今年荔枝春象软片的收购数量，从2月22到3月15号，已经收了57万片了，所以是增加了现在3倍以上。所以今年荔枝春象的那个危害情形，其实是有更严重。农民表示，路边一寡林景树因为无除药啊，拖了规丛拢是，即马补助佮取消，惊到无人会主动去防治。看多多无，即马种百姓大家有无，都有100个啊，啊，种厝呢有无，到地下看，当政府看有多多，都摕经费看落来收遮无。学者甲政府单位嘛呼吁，草hen菇仔毋若是农业的病虫害，若是拖入去社区，嘛会造成真侪问题。希望民众莫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草hen菇仔的防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厝价悬，毋过咱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也是热扑扑。内政部有公布，今年咱国家头一季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已经完成4002户的社会主体，拍算第二季阁有6900多户的招标，目标是当年要起15000户的社会主体。国内厝价悬，社会主体已经真做袂少人的选择。内政部伫咧即个月30公布社会主体第一阶段兴建的目标，4万户已经顺利达成。中央区4435户，地方区36273户，其中以台北市18000多户上多。中央政府提供了国有土地，提供了非自偿的补助，提供了先期规划的费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法制作业完成。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地方政府的量能真的有限。内政部表示，第二阶段的目标对今年到113年前要起84728户，中央占8%，地方1%，也那5都内底以桃园市要起4223户上多。今年中央兴办社会主体有计发包50件，在咧18县市动工。那我们这一次总共过程当中盘点了500多处的这个地点，那最后达成了204处
社会住宅的预定土地，包含了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及它人口聚集超过5万人以上乡镇市，我们都去收取。内政部表示，所落来中央和地方共同的目标，就是逐年要起至少15000户，希望实现蔡英文总统伫咧连任时，承诺要伫咧2024年之前起12万户社会主体的目标。一般的家庭比照市场租金的中位数拍8折，弱势家庭拍64折。讲这个时阵，这主体公共设施设置的比例要合理，品质要好，而且地面要有更较开阔开放的空间，希望减轻国人税厝的压力，也互大家带了舒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立法院昨昏成立儿童少年权利促进会，有几内下党派要讲党派的立委到现场关心这个议题。这个促进会的会长目前是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伊表示未来要加强对囡仔议题的重视，尤其是出生率的部分，针对少子化，会听各界意见来推动相关的修法。儿童节进程，伫无共党派立委的推动之下，立法院儿少权利促进会正式来成立。担任会长的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表示，未来会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伫台湾落实儿少权益的推动。守护儿童权利，其实有很多大环节方向都必须要一起来做推动，包括说我们的养育儿童的环境等等，是不是有给予家长足够的资源？王婉如表示，过去对相关议题关心的委员，拢有真侪意见，未来会甲相关儿少问题做统合，对儿童游戏权、生育率、伤价等等的议题加强推动。与会其他委员嘛讲，去年有囡仔的出生率，敢若只有16万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我们今天成立的促进会，它能够督促政府成立所谓的专责机构，这些专责机构呢，比如说，对于解决这个少子化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讲，目前国内对儿童关照确实有欠缺，生育率是上大先爱解决的。未来嘛通提供政府具体意见甲修法的方向。不过，民间团体大少明的秘书长刘志祥是认为，政府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头一步应该爱参青年世代来对话，唔是直直咧增加津贴。伊嘛建议立法院应该爱监督行政院针对生育部分，参考日本、韩国。提出生育计划版本推动起来才有效。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少子化问题已经是国安问题，亲像是屏东人口就流失甲真严重，而且即马囡仔阁生较少，大影响学校招生。规个屏东去年已经有6间国校也是分校停办，若今年阁有2间咧评估。下课时间，空旷校园甲运动场，敢若2、3个、3、4个囡仔做伙咧耍。高雄泰山国小全校79个学生，其实有13人是去年对附近的南华国小转来的，因为因原本的学校已经停办。109年就剩5300几个嘛，减少差不多365个嘛。就减少有18班啦，对103年到113年，差10年的时间，咱就会减少2000几。因为少子化冲击，去年伫屏东，包括南华国小在内，有6间国小分校停办。今年当咧评估另外2间国小，囡仔愈来愈少。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有54间学生人数较无100人。囡仔若伤少，迄阵吼，对这款学习是足不利的啦。咱为着要互囡仔更加较好的教育，有无？迄囡仔你若介一伴，介一个朋友，有无？介一个学习的迄个做伙当分组啊，迄是种足快乐的代志。毋那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嘛愈来愈侪厝无人住。这边吗？就是这边。戴妈妈她也是走了嘛，然后她儿子也在逃离，这都变成冲突了。
这是屏东市兴乐里附近有2间百货公司，是屏东市闹热的2林区。不过，行入巷仔内，煞真侪空厝，亲像里内的平鲁新村，原底有50户，即马敢若剩4户，嘛拢是老人。这的林长已经90岁。迄工邱老师讲伊伤老啊，无法度做林长啊。我讲邱老师啊，你上有气的，你唔做林长，我怎要做？对啊。吴专家讲，伊做里长26冬，里内人口对1600人降到剩800人。厝吼愈来愈老化，啊，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住，吼，啊，种剩这老的住伫这阮里内，吼，啊，所以人口数来讲呢，阮就愈来愈少，啊，你就感觉讲，这个所在吼，变成讲无一寡迄个新生儿了，对吧？今年7月，兴乐里甲附近2个里要合并，规个屏东市原本79个里要减到59里。屏东人口若是降到80万以下，刷得来人议员人数嘛爱减。蛮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原来的席次是那么多，然后突然要调10几席。如果说依照选委会他们的估算估算可能要调10席以上，那相对的以后的选举，地方的选举就非常的激烈了。各地偏乡人口消失的问题有偌严重，大都市的人真恶想象。废校甚至是废里、废村，拢有可能会发生。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镜头来国外，冰岛有一座火山，伫这个月中开始喷发，毋但无对当地民众造成困扰，颠倒是大受欢迎，成做观光景点，带来观光财。带乡亲，咱嘛做伙来看。感觉色的岩浆一直浮出来，加做一条一条鲜艳的熔岩流。冰岛西南部的法格拉达尔斯菲亚尔山19开始喷发了后，就吸引真侪游客去观赏。顶一个月参观的人阁超过5000人，游客车伫公路是有够多。当地政府紧急建设停车场，求所有步道派出救援队，要让民众欢喜去安全回来。It's just stunni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to the volcano. And yea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of it. 今天就有机会亲目睭看到火山喷发，民众是真欢喜。不只是翕相，有人搁伫遮唱歌跳舞，也有人伫个火山口附近拍火山排球，做一场保证独一无二的比赛。虽然冰岛火山活动真济，不过瓦格拉达尔斯菲亚尔山13世纪了后就无喷发过，顶一摆喷发已经是1110年。地质学家指出，目前无法度预期这场喷发什么时阵结束，可能几天就停落来，也可能继续几啊年甚至几十年，因为随时监控火山状况。部分民众认为，因见识到青年才看到的壮观美景，因讲是可闻的疫情当中上好的礼物咯。公司新闻是万宁报道。天文学界伫2007年时有发现一粒铁辐星，了后就一直针对这个真罕见的下星系的天星来做研究。美国有2个学者进前有提出初步结论，认为这粒星是由结冰的氮元素组成的，甲太阳系外围的冥王星地表的成分越近。2017年10月，当时第一个发现探马车是一个伫夏威夷的天文学家，所以以当地原住民的话来号名，念起来亲像台语的“欧妈妈”，意思是探马。虽然伊穿过咱的太阳系，不过运行轨道离心率是真悬。科学家经过推算，发现这真罕见的天体可能往来伫太阳系甲其他星系之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摆发现这种藏伫星系之间的物体。When we saw it, people initially thought that it was an asteroid because it didn't have a tail. It was just a point of light. Comets have these big, beautiful tails because they are evaporating lots of gases like water and carbon dioxide. 经过几啊年观察研究，科学家认为探马车是由结冰的固态氮素组成，甲以水分结冰为主的火星不同。科学家主张，氮元素为结冰状态快速气化，形成喷射气流，予伊伫太空中高速运行。这样合理解释为什么地面的太空条件看无喷射气流形成的火星尾流。
There could have been Plutos and other solar systems with nitrogen ice on their surfaces, and a piece of it knocked off could have entered our solar system and explained everything we saw. 暗过要搁较广泛扫描宇宙空间，找出这外太空来的不速之客，即卖太空条件恐惊是无法度。伫个智利高原顶悬建立起的维拉鲁宾天文台，镜头角度比即卖天文条件拢较大，互天文学界充满希望。原本按算2019年开始测试，2022年全面启用，暗过拄着新冠病毒疫情，互工程进度延迟不少。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西班牙塞维亚有一间古酒馆，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成立，全趁机会趁这个时间来请客来翻修。全意外发现讲，伫个酒馆内底有藏一间12世纪起的伊斯兰公用洗身躯间，而且佫保存甲真完整，这互考古学家看落是真欢喜。即马已经受当地政府的保护，要好好保存。半圆形的厝顶壁顶悬的花纹，也佫有手工真幼路开出来的孔。这是一间古迹的洗身躯间，发现这间历史洗身躯间的所在是西班牙塞维亚一间老酒馆吉拉达。La importancia del descubrimiento del hammam, primero es física prácticamente, y es que está casi al nivel de la calle, con lo cual te hace ver que la fisonomía de la ciudad andalusí muy probablemente se acercaba en el barrio del centro a lo que pueda ser actual, ¿no? 这间酒馆伫1923年开幕，2020年热天因为落施工，加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互酒馆头家决定利用这机会翻修。所以意外发现酒馆内底暗藏一间12世纪的伊斯兰公用洗身躯间，保存落来装饰比其他伊比利半岛的洗身躯间还佫较济。Para la historia de Andalucía muchísima, yo creo que es de lo más importante que hay en Andalucía y en España con respecto a estos baños árabes. Porque hay otros baños árabes que es verdad que quizás sean más grandes que este, pero no tiene tanta pintura como tenía esto. Estaba todo entero, todas las paredes decoradas, todas las paredes. Normalmente antes estaban los techos, pero aquí están todos los techos y todas las paredes. 业者表示，过去捌听讲这是伊斯兰洗身躯间的古迹，所以伫翻修的时阵，特别请考古学家甲工人合作。伫拍开天棚了后，发现八角形形状的天筒，才确定这是古迹。考古学家根据这筒仔甲摩尔风格的装饰位，研判这是12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时期的建筑。专家认为，这洗身躯间的发现，对了解过去当地历史甲生活方式真有帮助。目前已经由当地政府接管。保护维护修理。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道在，加详请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掌声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